7、8月雨多的时候，麻竹笋一天可以长上5公分。曾淑珍这一天大清早采到的笋子，个头都像巨无霸。要黑章炸到多少？是豆龟甜龟起。哦，这是刚才收的，吃起来很鲜甜，是豆一甜一起，可以直接食用，但曾淑珍另有打算。 去掉笋壳，分段处理，来个一笋多吃，而且是1年4季都有的吃。把这个比较老的部分给它切掉，剩下部分我们就可以做酱笋。切好的笋块撒盐，让它出水入咸味，腌上2天之后，沥干水分，加入豆豉。豆豉发酵的好坏也有差哦，发酵的不好，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好啊。 再拌入糖就能装罐，等待发酵。2、3个月后就成了酱笋。而至于麻竹笋中段，要做脆笋，泡了温水1天，压到剩1/4重量，再沥水加盐巴腌制。客家酱菜做法其实大多雷同，运用就各凭巧妙。就给它做料理，不要每次都这样吃啊，在菜里面都变化啊。从小看到大，也吃到大的酱菜，能有什么不同呢？ 曾淑珍也是自己开店之后才发现是有不少学问的。太阳太大，晒得太干，不会发酵，就像弹性球一样，也不能吃。曾淑珍坦诚，只凭印象去做，失败的豆腐乳倒掉了不少。老人家说高丽菜干得倒着摆，他不信也付出代价。如果直的放的话，它往下压，上面就有空隙，它就会黑掉，会烂掉。 一再失败，更懂得珍惜前人的智慧。为了传承酱菜文化，曾淑珍决定上课进修，已经做出了10多种酱菜，还要继续自我挑战。上课喽！一黑章10個度嘅，是豆一甜一起。一黑章10個度嘅，是豆一甜一起。谢谢宗仪老师。